顶个月1日，台北市大安区有一个18岁生出来查某护理学校学生，骑车经过忠孝新生捷运站的时阵，等红灯，这吊车呢说对后壁撞过来，伊是当场死亡。这77岁吊车驾驶讲赛车进前伊就无爽快啊。今仔日是一个查甫学生的告别式，看到事故民众也来到现场表示哀悼，强调讲这司机呢是超工甲搞过去的，也来家属认为这司机是故意杀人。 外面小人看到这吊车弄到停等红灯的骑车人，这个意外是顶个月2日发生在台北市大安区，当时吊车直接弄到3台停等红灯的汽车，造成其中一个生出来查某囡仔不治死亡。家属测试举办告别式，老母真伤心讲，查某囝骑车和吊车弄到爱过，讲这司机是为着要降低赔偿，挑工第2摆甲伊爱过。从那个等待区拖到待转区，我女儿。 在待转区的时候呢，他等了1分半之后，他又在拖行阿北的车子到马路中央，再右转甩尾出去，全身在抽搐颤抖，眼神是充满了惊惧跟害怕，然后呢，死掉的。他一路拖行阿北跟少女，也是旁边路人看不下去，跑到他旁边，跟他大声说，他才停下来。 也有吊车弄到不过轻伤，看到人出席这告别式，讲这造成事故的司机有来回爱过动作，死者家属不满。事发到这阵77岁，新罗司机根本都无讲无插，而且事发当时，伊就讲家己开车进前身体已经无爽快，互家属实在无法度接受。他到现在呢，也没有说任何的话。作为家属来讲，我觉得他是完全是恶意伤人，他没有忏悔的神情啊。 你装也装一下好不好？你连装了，你给我个原谅你的机会都没有啊！先经过警方调查，造成事故的司机当时无啉酒开车，证照也正常。不过，由于依照涉嫌过失致死来移送，这案件已经进入调查阶段，等待司法来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